Hello，小朋友，我係希婷姑娘，歡迎收聽小不點大夢想系列。呢個系列呢，會講好多傳奇人物，佢哋細個時候嘅故事。今日要講嘅人物係喬布斯，係咪覺得好熟呢個名？冇錯啦，你依家手上面愛嚟聽呢個故事嘅嗰部機，可能都係佢嘅產品嚟㗎。喬布斯呢，佢係喺美國嘅舊金山出世。當佢仲係個 BB 嘅時候，就俾喬布斯夫婦領養。佢哋承諾要俾佢所有嘅愛，同埋盡力等喬布斯受到最好嘅教育。喬布斯細細個就對於啲嘢係點樣整出嚟㗎，非常之感興趣。佢同爸爸喺車庫共度咗好多愉快嘅工作時光。只係佢覺得學校教嘅嘢好無聊啊！喬布斯好快就明白到，只要熱愛你做嘅事，先至可以完成偉大嘅結果。有一日，佢加入咗由電子公司為好奇孩子創立嘅社團，無線對講機同帕納德相機深深吸引住喬布斯，而且佢仲睇到一種從來冇見過嘅神秘機器。大家估下係咩機器？呢部機器好大好大，大到放唔入一個12歲小朋友嘅房入邊。呢部機器就係電腦。喬布斯成個夏天都留喺電子社團，學習一切關於電腦嘅知識。電腦係世界發明史中最厲害嘅工具之一。高中時代，有啲人覺得喬布斯好怪。佢呢係唔着鞋㗎，有啲人呢就覺得佢係一個嬉皮，但係喬布斯就只係做佢自己啫。佢可以同佢嘅朋友沃茲談論電子嘅事，一傾就係好幾個鐘。佢亦都會花時間同另一位好朋友克里斯安一齊散步。喬布斯知道自己係幾咁喜歡藝術、文學同埋呢位好朋友。喬布斯並唔希望爸爸媽媽將一生嘅積蓄全部攞晒去交佢嘅大學學費，所以佢未畢業就冇再返學啦。不過佢仍然繼續旁聽自己有興趣嘅課，例如教佢將字寫得更加靚嘅書法堂。佢努力儲錢去印度長途旅行，透過練習冥想，學習唔為昨日或明天而煩惱，更加專注喺今日。佢明白總有一日，所有嘅體會都會相互連結。返到去加州之後，喬布斯就去咗見佢嘅朋友沃茲。沃茲喺度忙緊研究點樣組裝家庭用嘅電腦。喬布斯就諗，如果每一個人都好似佢咁喺屋企就可以用到電腦，咁係幾咁好呢？於是佢就同沃茲決定一齊創業。佢哋為公司取咗一個水果嘅名，蘋果。喬布斯嘅車庫就係公司總部。佢哋不分日夜，花咗好長嘅時間去設計程式，想象個人電腦會係點樣嘅。沃茲係一個天才工程師，而喬布斯嘅想法同點子令到電腦變得更加簡單好用。佢哋用非常快嘅速度，由賣出200部電腦開始，變成一間超級成功嘅公司。喬布斯知道偉大嘅成就唔可能獨自完成，需要團隊合作。佢請咗有才華嘅藝術家、設計師同工程師，挑戰唔同嘅思考，創造特別厲害嘅設備。不論電腦或者手機，喬布斯都向全世界展現咗咩係設計。設計唔單止係令到嗰樣嘢望落去好好，仲要好操作。對佢嚟講，好嘅設計可以幫助每一個人生活變得更便利。小不點喬布斯後來成為咗有史以嚟最成功嘅企業家之一。佢係日常生活中嘅科技英雄。呢一切係點樣做到嘅呢？係佢有勇氣追隨自己嘅心同直覺。好啦，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。
多謝你哋嘅收聽，聽日我哋又會講下一位小不點人物，拜拜。